2年一度嘅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喺今年嘅6月26號至7月5號喺美國維珍尼亞州費爾法克斯舉行。今年有嚟自70個國家同城市，超過12000名參賽者出席。而香港警隊就派出咗241名運動員參與30項嘅體育項目，並且奪得31金、63銀、44銅嘅驕人成績。跟住我哋返嚟香港睇下足協會嘅情況啊！我哋喺美國期間呢，1連10日睇到好多同事參與唔同嘅比賽。期間我哋真係睇到同事呢係全力咁樣去拼搏，全力咁樣應付每一項嘅比賽，展現出非常之崇高嘅體育精神、頑強嘅鬥志，同埋非常之合拍嘅團隊精神。就係喺大家嘅拼搏底下呢，我哋先至可以爭取到今次咁好嘅成績。所以喺度想再一次邀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去為每一位曾經為呢個大賽付出過嘅人士送上感謝。其實喺成個籌備過程咧，就總共係大約用咗14個月嘅時間嘅。咁喺成個籌備過程當中咧，我最深嘅感受咧就係我一班同事咧，佢哋係用咗佢自己私人時間嚟係做咗大量嘅工作。我睇得到我哋同事係好全心全意嘅比賽，亦都係去做到一啲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為咗個成績，係為咗去享受個比賽，同埋係為警隊咧係出一份力嘅。跟住落嚟，我哋聽下運動員嘅感受啊！我哋都係代表香港警隊嘅，咁希望咧，我哋因此咧就希望咧就可以憑住我哋嘅努力啦，同埋我哋嘅拼勁咧，可以攞更加嘅成績咯。亦都多謝我嘅隊友啦，去支持翻我，即係作出鼓勵啦。教練啦，隊友支持啦，咁係好重要嘅。其次就係好即係多謝咁多位個運動員可以付出咗自己咁多嘅私人時間，一齊去練習，一齊去為自己嘅共同目標去奮鬥咁啊！過到去其實我都有好多感受嘅，最緊要感受就係令到我個人嘅思維會擴闊好多啦。要靠自己嘅毅力堅持，最後咧贏到冠軍，其實真係好難忘。咁就2年之後喺加拿大就會有2017嘅呢一個嘅世界警察消防嘅運動會，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呢2年入邊咧就再準備得好啲啦，再爭取好嘅成績。